体检站陆陆续续有民众排列等要体检，台中有确诊者去过卫生局连续设3天的快筛站。昨天下午是没有民众因为有足迹有重叠的状况来做快筛。那今天早上目前到现在大概10多位。而且谨慎拢是因为来自屏东的一家伙仔，伫过年的时，甲新北的亲戚朋友伫中部游览，除了台中乌日5车有确诊者去过，伫苗栗地区有16个热门的观光景点，因嘛有去过。为南庄老街清霄到3义的圣神车站，后人的学网照嘛同款。为了县政府全面的消毒位，2月7日到2月7日，这家伙10个人家己赛车分别去过通宵新社后人学网照，伫南庄的民俗大，并且去到客家的餐厅用餐。规定讲去西潭大湖、东螺3义游览，其中佫包括出名的面店。苗栗县卫生局赶紧通知500多个人采检。餐厅、民宿的员工。同时段在住宿用餐者，还有旅游的地点的店员，我们都持续的列车安排到我们县内的各个医院呢，来进行了 PCR 的一个采检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总共造册了507人哈。这个家族目前有6个人确诊，验过卫生局讲，因游览的时拢挂嘴安，敢若食饭的时有流落来尔，验过游玩有社区传染的风险。收到呢县府所发放的10连制的简讯者。或者是有确诊足迹的重叠者，到我们本县10家呢乘坐社区筛检站的医院来进行快筛的一个检验。苗栗县卫生局除了将相关的公用场所全面的消毒以外，嘛协调当地病院设10个快筛站，呼吁去过相关所在民众赶紧去体检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